请问中国最不能惹的省份是哪个省？中国最不能惹的省份就是新疆，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新疆。新疆真的为国家做出了太多的贡献。如果中国没有新疆，那么全国30%的石油将会消失，汽车油价将会暴涨。你肯定听说过西气东输，新疆的天然气占全国的34%。如果没有新疆，我们将无法正常使用空调跟暖气。除此之外，煤炭储备量占全国的40%，因为运输成本高，所以转化成电能，通过西电东送输送到内地。解放初期还在阿勒泰地区发现了可可托海矿坑，帮助国家偿还了前苏联的外债，为两弹一星提供了原料，并且两弹全部在新疆罗布泊无人区成功爆破。而且你知道新疆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吗？为什么当年左宗棠誓死都要收复新疆？新疆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，东可入蒙古，北可进俄罗斯，西可入中亚5国，是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。新疆地形易守难攻，北边有阿尔泰山，南边有昆仑山，中间有天山，西边有帕米尔高原等天然险阻。新疆一旦失守，中原大地将门户洞开。这就是为什么清末左宗棠抬着棺材都要收复新疆的原因。从新疆解放后，第一代兵团人驻扎新疆，屯垦戍边，荒地变良田。种出的新疆棉花占了全国的87%，辣椒占全国的1/5，甜菜占全国的1/3还要多。全国每一袋红枣就有1颗来自于新疆。这里生产的水果是全世界最甜的水果，吐鲁番的葡萄，哈密的哈密瓜，阿克苏的苹果，库尔勒的梨，和田的大枣。就连番茄呀，也在新疆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家园。新疆生产了全国90%以上的番茄，全国每4瓶番茄酱当中就有1瓶来自于新疆。新疆的番茄酱你听说过？